今次文教基金会31发布一份报告，内容是针对国中以下学生对这个减碳认知的调查，发现到64%的囡仔对全球暖化造成的危害感觉会惊吓。不过，也有57%的囡仔认为，无做好节能减碳的原因，是因为平常时无培养好的习惯。刷手关电火、珍惜用水，拢是生活当中会当做会到节能减碳的方式。新北市生态国中就为课程内底教囡仔安怎做好减碳，学生也分享为学校学到的内容，伊也把这寡知识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净滩还有进山的过程中，就可以了解一下一些节能减碳的知识，了解如何把捡到的垃圾然后分类，让我们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的机会。搭公车或捷运其实可以更环保一点，而且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方便，但是如果是为了这个地球做这样子的努力，我觉得很值得。今次文教基金会31发布一份报告，内容是针对高中生学生对节能减碳的认知。调查发现讲，有60%的囡仔对全球暖化造成的危害会感觉惊吓。不过，嘛有57%的囡仔无做好节能减碳的原因，是因为平常时无培养好的习惯。报告也指出，60%外的离校是透过课本佮有老师得到正确的减碳知识。有80%的离校平常时上接做的减碳方式，就是刷手关电火。节能减碳的知识其实对孩子来讲并不困难，可是要怎么样从生活中开始，怎么样变成是一个行动，对他们来讲是真的会比较难以去实践。今次基金会也表示，对调查也发现，囡仔对减碳的相关知识是有一定程度的认捌，只不过干那知影还阁无够，要提出实际的行动，要做惯势是阁较重要。记者柯家选社桂林台北采访报。